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7日，咱要对约书亚记第7章读到第10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7章，以色列人伫应该毁灭献予上主的物有犯罪。犹大支族中，舍勒的曾孙、撒底的孙、加米的囝阿干，摕应该毁灭的物，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生气。约书亚对耶利哥派人去伯特利东边伯阿文附近的爱城，吩咐因讲：恁去探查迄个地，因就去探查爱城。因倒来约书亚遐，对伊讲：毋免互所有的人民拢去，简单2-3千人去拍爱城就好。毋免劳动所有的人民，因为遐的人真少，所以大约有3000人去攻打，毋过煞互爱城的人拍败。爱城的人对城门前对入因，到示巴林落徛的所在拍死约36个人，以色列人就拢惊甲神不附体。约书亚就拆离衫，伊甲以色列的长老伫上主约柜的头前拍伫裤骹，佮用土粉沾头壳，够会用。约书亚讲：哎呀，至悬的上主，你是安怎带这人民过约旦河，将阮交予阿摩利人，互因甲阮消灭？阮宁可留踮约旦河迄边。主啊，以色列人既然伫对敌面前活心得走，我还有啥物话通讲？迦南人甲这所在的居民若听到，一定会来包围阮，甲阮的命对地上拄去。迄时，你要安怎维护你的大名？上主甲约书亚讲：起来，你是安怎拍伫涂骹？以色列人犯罪，违背我命令因的约，摕应该毁灭献予我的物，因偷摕、欺骗，藏伫因的器具内。因为安尼，以色列人才袂赢对敌。因伫对敌的面前活转身逃走，是因为因真做应该毁灭的。恁若无将应该毁灭献予我的物，对恁中间拄去，我就无搁甲恁同在。起来，就互人民分别做成，甲因讲，恁着家己分别做成，为着明仔载准备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以色列人，恁中间有应该毁灭的物，若无交出来，恁一定袂当抵挡对敌。明仔载早起，恁着照支族来我遮。上主互倒一个支族抽着签，因的宗族着一个一个来我遮。上主互倒一个宗族抽着签，因的家族着一个一个来我遮。上主互倒一个家族抽着签，因的查甫人着一个一个来我遮。上主互伊抽着签的人，就是有应该毁灭的物伫伊遐，伊甲伊所有的拢着用火甲因消灭，因为伊有违背上主的约，搁伫以色列中做愚妄的代志。隔日，约书亚透早起来，互以色列人照支族来伊遐，抽着犹大支族，就互犹大照宗族来伊遐，抽着舍勒的宗族，就互舍勒照家族来伊遐，抽着撒底的家族，就互撒底家族的查甫人一个一个来伊遐，就抽着阿干，
伊是犹大支族舍拉的曾孙，撒底的孙，加米的囝。约书亚对阿干讲：我的囝，我劝你着荣耀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伫伊的面前认罪，将你所做的代志甲我讲，毋通对我隐瞒。阿干应约书亚讲：我实在有得罪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我所做的事是安尼。我伫抢来的财物之中，看到一领巴比伦的水衫，2公斤的银，半公斤的金条，我贪到这物，就摕来。现在遐个物件待伫我布边内面的涂骹，银伫上下底。约书亚就派人走去阿干的布边，遐物件果然藏伫伊的布边内，银伫上下底。因就将遐个物件对布边摕出来，带来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民遐，摕伫上主的面前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民将舍拉的曾孙阿干甲遐个银、迄领衫、金条，甲伊的囝、查某囝、牛、驴、羊、布片，甲伊所有的，拢带去阿甲山谷。约书亚讲：你哪会害阮拄着遮尔大的灾祸？今仔日上主嘛要降灾祸互你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民用石头甲阿干钉死，用火烧伊所有的，然后用石头迄伫迄顶面。这人伫阿干尸体的顶面贴一大堆石头，到今仔日还伫遐。对安尼，上主收回伊的大受气，所以迄所在叫做阿甲山谷。到今仔日，第8章，上主对约书亚讲：毋通惊，毋通论，你起来，带隆重的战士去攻击爱城。我已经将爱城的王甲伊的人民、伊的城、伊的土地，拢交互你啦。你安怎对待耶利哥甲伊的王，嘛着安尼对待爱城甲伊的王。毋过，恁抢到的财物甲精生，通做恁的战利品，你着派兵埋伏伫城的后面。对安尼，约书亚甲全体的战士拢起来，要去攻取爱城。约书亚经3万个强猛的勇士，派因暝死去，吩咐因讲：恁着埋伏伫城的后面，毋通离城伤远，拢着准备好势。我甲我带的战士要往城进攻，因为亲像顶摆出来攻击阮。彼时，阮就要伫因的面前逃走，因为出来入阮，想讲这人会亲像顶摆伫阮的面前逃走，所以阮要伫因的面前逃走，到阮引诱因离开城。彼时，恁着对埋伏的所在起来，夺取迄个城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将这个城交伫恁的手。恁占领这个城了后，就用火烧城，照上主的话去做。注意，这是我的命令。约书亚派因去，因就去埋伏伫爱城的西边，要伫你甲爱城的中间。迄暝，约书亚甲战士做伙伫军营休困。隔日，约书亚透早起来，点算战士，伊甲以色列的长老伫人民的头前出发去爱城，甲伊做伙的战士拢逼近城的头前，伫爱城的北边扎营。伫伊甲爱城的中间有隔一个山谷，伊有经大约5000人埋伏伫
爱城的西边。伯特利甲爱城的中间，约书亚布置阵势，主力军伫爱城的北边，埋伏的兵伫城的西边。迄暝，约书亚进入山谷，爱城的王看到，伊甲城内的人透早赶紧出发，出去到阿拉巴头前的战场，要甲以色列人交战。毋过，王毋知伫城的后面有兵埋伏。约书亚甲以色列的战士伫因的头前加抬输，对旷野的路逃走。爱城所有的人民拢调集我来对入因，因对入约书亚，就受引诱离开因的城。爱城甲伯特利城全部的人拢出去对入以色列人，城门放开开，去对入以色列人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“你伸出手里的枪击爱城，我要将伊交予你。”约书亚就伸出手里的枪击迄个城，伊一个伸手，埋伏的兵就对因的所在随时起来，入去占领迄个城，随时放火烧。爱城的人歪头一个看，看到城内火焰冲上天，就四界从，毋知要走去倒位。遐个假使走去旷野以色列人，就翻头来攻击对入因。约书亚甲以色列的战士看到埋伏的兵已经出城，城内火焰冲上悬，就反击害死爱城的人。埋伏的兵嘛出来攻击因，因受以色列人包围，拢互以色列人害死，无一个活地，无一个逃走。以色列人活掠爱城的王，伊去约书亚遐。以色列人伫田野、伫旷野，杀死所有入因的爱城战士，因搁倒转来爱城，用刀杀死城内的人。迄日，爱城所有的人拢互因害死，男女共12000人。爱城所有的人拢受遭灭。约书亚才收回伊亚称的手。以色列人就照上主命令约书亚的话，将城内的精生甲财物拢抢来做家己的战利品。约书亚将爱城放火烧，互伊永远做土堆，到今仔日还拍远。伊阁将爱城的王吊伫树顶到黄昏。日落的时，伊下令人才对树顶收新尸落来，迄伫城门口，伫迄顶面踏一大堆石头，到今仔日还留着。迄时，约书亚伫以巴路山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起一座祭坛，是照上主的仆人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命令，照摩西律法的册记载的，用无经过铁器拍过的规粒石头起的。因伫即个坛顶献烧化祭甲平安祭予上主。约书亚伫以色列人的面前，将摩西的律法抄写伫石头顶。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无论是本族人还是外族人，拢甲因的长老、官长以及审判官徛伫约柜的双边，明暗跟上主约柜的利未人做祭司的，一半面对基利心山，一半面对以巴路山。约书亚照上主的仆人摩西以前所命令的，甲以色列人人民祝福，
然后约书亚宣读律法的册所记载隆重祝福甲咒诅的话。摩西所命令一切的话，约书亚伫以色列的全体会众甲有囡人、囡仔以及因中间的外族人的面前，无一句无读。第9章，住伫约旦河西边的山区、山坡以及地中海沿岸到黎巴嫩地区的赫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米人、亚布斯人，这王一个听到以色列人太赢的消息，就拢组织同心合意，要甲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交战。基遍的居民听到约书亚安怎对待耶利哥甲爱城，就设计谋，加做使者，用驴仔载堆物件的旧布袋，甲宝贵的旧酒袋，穿宝贵的旧鞋甲旧衫，带担搁脆脆的饼。因来到吉甲的营地，见约书亚，对伊甲以色列人讲：“阮是对真远的所在来的，但请甲阮入约。”以色列人对遮的希米人讲：“恁可能是即所在的居民，阮哪会当甲恁入约？”基遍人对约书亚讲：“阮是你的奴仆。”约书亚问因讲：“恁是甚物人？是对倒位来的？”因对伊讲：“你的奴仆对真远的所在来，我有听见上主你的上帝的名声，就是伊伫埃及一切的所做，以及伊伫约旦河东边对阿摩利两个王，希实本王、西王，甲住伫阿斯塔略的巴山王恶一切的所做，阮的领袖甲阮遐的人拢甲阮讲，恁着带路中需要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，甲因讲，阮是恁的奴仆，请甲阮入约。阮出发要来恁遮的时，带出来的饼要烧烧，毋过但已经拢焦，搁脆脆去啦。因为路真远，这个酒袋倒酒的时要是新的，毋过但已经破裂，阮的衫甲鞋嘛拢旧去啦。以色列人检查因的食物，无问上帝，约书亚就甲因订和平条约，无杀因。会众的领袖嘛对因咒詛。以色列人甲因入约了后，过3日，才知因原来住伫附近。以色列人出发，第3日来到因住的城，遐个城就是基遍、基惠拉、比录、基列亚林，因为会众的领袖已经记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因咒詛，以色列人就无甲因抬，因为安尼，民众就不满因的领袖。遐个领袖对民众讲：“阮已经记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因咒詛，所以咱毋通甲因磕着，咱着留因的性命，才免咱因为违背咒詛，互上帝甲咱刑罚。”领袖阁对因讲，着互因活着。对安尼，基遍人就照领袖讲的话，为着民众破柴入水。约书亚叫因来，甲因讲：“你是安怎骗阮讲，阮是对真远的所在来的？其实恁是即所在的居民，所以恁着受上主责罚。恁中间不断有人为做奴隶，为着阮上帝的厝做破柴入水的。”因约书亚讲：“
因为确实有人甲你诶萝卜讲，上主你诶上帝有应允伊诶仆人摩西，要将即个全地赏赐恁，搁伫恁诶头前消灭即个地所有诶子民。阮因为惊，互恁杀死，才安尼做。但阮伫你诶手头，你通照你看做好、看做对诶对待阮。约书亚就安尼对待因，救因免互以色列人杀死。对迄日起，约书亚就互因伫上主所竞选诶所在，为着民众甲这段破柴入水，直到今仔日。第10章，耶路撒冷王阿多尼西德听到约书亚攻取爱城，杀死爱城的王，甲因完全消灭，亲像以前对待耶利哥甲伊的王相款。佮听到基本的子民甲以色列人订和平条约，甲因徛起，就真惊，因为基本比爱城较大，亲像一个京城，佮城内的人拢熬烧台。耶路撒冷王阿多尼西德就派人去见希伯伦王和咸、亚伯王比兰、列吉王亚惠亚，甲以基伦王底比讲，请恁来援助我，咱斗阵来去攻打基本，因为因甲约书亚以及以色列订合约。对安尼，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亚伯王、列吉王、以基伦王这5个阿摩利王，拢带伊的军队组织集营伫基本的对面，要进攻。基本人就派人去吉甲野地见约书亚讲：你毋通丢手放杀你的萝卜，求你赶紧来解救阮，帮助阮，因为住伫山区遐的阿摩利王拢组织来要攻击阮。约书亚就甲伊所有的战士以及强猛的勇士对吉甲出发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毋免惊因，因为我已经将因交伫你的手，因无一个会当抵抗你。约书亚对吉甲透面上去，脱结阿摩利人。上主互因伫以色列人的面前起混乱，以色列人就伫基本甲因大大拍败，对入因到伯和伦上徛的路，甲因拍到阿西加甲马基代。因伫以色列人的面前逃走，伫伯和伦落徛的所在，上主对天落大炮拍因。直到阿西加甲因拍死，遐个互炮拍死的，比互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较侪。上主将阿摩利人交互以色列人迄日，约书亚伫以色列人的面前对上主讲：日啊，着停伫基本的顶面；月啊，着停伫阿雅伦山谷。日头就定定，月就无震动，直到以色列人拍败因的对敌。这个事有记载伫亚萨尼记。日头停伫天的中央，无紧紧落去，大约有1日久。迄一日，上主听人的祈祷。以前以后拢无过亲像安尼发生，是因为上主为以色列交战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倒来吉甲的营地，迄5个王逃走，匿伫马基代的山洞内。有人去甲约书亚报告，讲迄5个王已经找到啦，拢匿伫马基代的山洞内。
约书亚讲：刷大地石，甲洞口踢起来，派人踮伫遐固守。毋过，恁着继续追入恁的对敌，对后面甲因攻击，毋通互因入因的城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已经将因交伫恁的手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人甲因拍败，甲因彻底消灭，只有剩一寡人走入去坚固的城。以色列众人安全倒来马基大的营地，到约书亚遐。以后无一个人敢出声反对以色列人。约书亚讲：拍开洞口，甲迄5个王掠出来我遮。因就将迄5个王亚洛塞利王、以伯伦王、亚伯王、列吉王、以基伦王对洞内掠出来，带去伊遐。因掠遐个王出来到约书亚遐个时，约书亚叫以色列众人来，对遐个甲伊做伙去的军官讲：恁来头前，骹踏这王的红棍，因就来头前用骹踏伫遐个王的红棍。约书亚对因讲：恁毋通惊，毋通乱，着勇敢壮大，因为上主会亲像安尼对待所有恁要攻击的对敌。后来，约书亚杀死迄5个王，甲因吊伫五丛树顶面到黄昏。日落的时，约书亚出令，对树顶甲因的身躯收落来。迄伫因面的山洞，用几粒块大块石头贴伫洞口，遐个石头到今仔日还有伫遐。上迄日，约书亚攻取马基大，用刀杀死城内所有的人甲因的王，连一个拢无留着。伊对待马基大的王，亲像以前对待耶利哥王同款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对马基大去攻打lib拿。上主将这个城甲伊的王交伫以色列人的手。约书亚用刀杀死迄个王甲城内所有的居民，连一个拢无留着。伊对待lib拿的王，亲像以前对待耶利哥王同款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对lib拿去掠击，阵营伫城的对面，要攻打这个城。上主将掠击交伫以色列人的手。隔日，因攻取这个城，用刀杀死城内所有的居民，亲像因对待lib拿同款。迄时，基色的王荷兰来要援助掠击，约书亚就拍死伊甲伊的人民，连一个拢无留着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对掠击去伊基伦，伫城的对面阵营，要攻打这个城。到迄日，因攻取这个城，用刀杀死城内所有的人，亲像因对待掠击同款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对伊基伦去攻打希伯伦，因攻取这个城，用刀杀死因的王甲城内的人，连一个拢无留着。佮攻取附近的城，消灭因所有的居民，亲像因对待伊基伦同款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倒来攻打底别，因攻取这个城，掠因的王，佮攻取附近的城，用刀杀死城内所有的居民，连一个拢无留着，亲像以前对待希伯伦甲lib拿同款。安尼，约书亚征服这个地区、山区、南边的地、山坡地，以及这个地区的诸王，所有会喘气的拢消灭，连一个拢无留着，拢照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命令，对加迪斯、巴尼亚到加萨、高山地区以及基遍，
拢互约书亚征服。遐王甲因的土地，约书亚伫一边出征，就拢甲因征服，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为以色列交战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就得来吉甲的营地。咱今日读的圣经节伫约书亚记第7章到第10章。